要地震了！今晚8点半，特大地震，整个村子都埋了。别在这挂着，快起来，快走啊！来不及了！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说的呀？你是不是听错了呀？我妈的，我不是我做10年后回来的。你这小子地看顺了，杂书看多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打牌！哎，继续打，继续。来不及了。啊，10年了，或许我还能帮到你。这次地震是无法扭转的节点，你救不了他们，他们早就死了。你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一个小片段而已。就是所有人都会死。8点之前我要是没回来，你就赶紧往没人那个跑。记住我说的话啊！8点。你现在又要去哪儿啊？告诉所有人要地震了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。要地震了，赶紧离开这儿！一路就地震了，赶紧回去收拾东西，赶紧跑啊！来不及疏散了，要下雨了。你现在把他们都喊出来，面对泥石流的话会更加危险，有可能让另一批无辜的人丧命。8点半就要地震了，我来不及了！你们怎么都不信我呀？慢点，慢点。真震了！别动，别动，慢！